自住咩房型最實用？投資有咩房型最搶手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水晶姐姐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喺買樓花嘅時候點樣選擇一個合適嘅房型。選擇房型係樓花購買過程中非常重要嘅一步，因為每一種房型都有唔同嘅特點，大家一定要根據自己嘅生活需求同未來計劃作出選擇。樓花有幾種唔同嘅房型，最常見嘅有3種。公寓，如果你係單身或者冇細路，住喺市中心，公寓可能係你嘅最佳選擇。公寓嘅維修比較簡單，唔需要太多空間，係方便生活嘅選擇。加上公寓通常設施齊全，好似健身室、泳池等，對於上班族或者係年輕人嚟講，係一個好方便嘅選擇。聯排陣屋，如果你係家庭或者想要多啲私人空間， townhouse 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排屋通常有上下層，唔會咁多住戶共享空間，適合想要更多私人空間同自己庭院嘅人。加上 townhouse 嘅價格相對獨立屋會較為實惠，係好多家庭嘅理想選擇。獨立屋，如果你有個大家庭或者想要最大嘅私密空間，獨立屋就係最理想嘅選擇。獨立屋有自己嘅土地，空間大，而且唔會同人共享牆壁，生活質素高，特別適合需要大量空間嘅大家庭，亦都能夠提供更多嘅自由度。選擇房型最重要係要根據自己嘅需求。如果你係上班族、單身人士或者夫妻2個人住，唔介意生活喺繁忙嘅市中心，一房一廳嘅公寓會係一個非常方便嘅選擇。呢啲單位唔會太大，價格亦都會較為實惠。附近仲有好多商場同埋地鐵站，出街非常方便，通勤亦都好輕鬆。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係大家庭， townhouse 或者獨立屋可能會係你嘅首選。間屋會有多啲房，或者有個私人嘅後花園，適合一家人生活。唔單止可以有更多空間，仲可以享受更高嘅私密性。選擇房型嘅時候，唔單止要考慮而家嘅需要，仲要睇下家庭未來嘅發展。可能你而家係單身，但係將來結婚生子嘅時候，可能需要更多嘅空間。所以如果計劃住耐啲，記得預留多啲空間，以應對未來嘅變化。好多人喺選擇房型時會忽略未來需求，結果喺將來面對家庭增長時，空間可能唔夠用。所以呢個都係選擇時要留意嘅地方。總括嚟講，選擇合適嘅房型其實要好細心，無論係公寓、鎮屋定係獨立屋，每種房型都有佢嘅優勢。最緊要揀一個最啱自己嘅，記住要考慮自己嘅生活方式、家庭成員以及未來發展，咁就可以選擇到最合適嘅房型。希望今次嘅分享幫到大家，喺選擇房型時更得心應手。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 我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記得留言，水晶姐姐會一一解答你。